驚天狗血，英皇室世紀對壘，梅根趁勢為晒娃變全網笑柄。英皇室近期嘅狗血大戲，直接碾壓 TVB 8點檔同台灣鄉土劇，劇情反轉再反轉，正派反派對壘睇到觀眾熱血沸騰。一邊係薩瑟克斯公爵夫人梅根馬克爾，死纏爛打勝國際組織熱度，晒女博眼球翻車翻到瑞士，被全網鬧到面容失色。一邊係威爾士王妃凱特，大病初愈獨闖意大利，憑實力圈粉全歐洲，優雅親民直接封神。最精彩嘅係國王查理三世，化身頂級牆頭草，兩邊唔得罪，全程扮隱身，將過稀泥功夫練到爐火純青。今日就用香港八卦雜誌嘅毒舌刻薄家，台灣娛樂新聞嘅誇張渣馬，足本還原這場皇室巔峰對決。所有內容均來自官方資訊，絕對唔自創料，保證原汁原味睇到爽。凱特王妃喺意大利風光無限嘅消息傳回英國，遠在美國嘅梅根即刻坐唔住，擺明要碰瓷搶鏡，精準卡點趕赴瑞士日內瓦，勝第79屆世界衛生大會嘅熱度，上演咗一場尷尬到溝腳嘅獨角戲，最終淪為全網笑柄，丟臉丟到國際舞台。據官方資訊披露，梅根今次赴瑞士係出席失落銀幕紀念館揭幕儀式。該活動喺第79屆世界衛生大會開幕前舉辦，由世衛組織、哈里梅根旗下嘅阿奇韋爾慈善機構同致力於網絡安全嘅喪親家庭社區父母網絡聯合主辦。初衷係致敬因網絡暴力、數字傷害失去生命嘅兒童，呼籲全球加強網絡兒童保護。呢個主題本應嚴肅莊重，偏偏落到梅根手上，直接變成佢博眼球、刷存在感嘅個人秀，操作之離譜，連路人都忍唔住鬧。出發之前，梅根急不可耐喺 Instagram 晒出一張鏡像自拍，佩蚊媽媽的小幫手，相中4歲女兒莉莉貝特跪喺佢腳邊，全程側露後腦勺，頭髮凌亂不堪，赤腳踩喺地上，畫面詭異到極致。最刻意嘅係相入面梅根身上嘅喬治奧安瑪尼西裝標籤清晰可見，生怕網友睇唔到，穿搭更係直接模仿凱特早前出席活動嘅淡紫色造型，東施效顰嘅尷尬感溢出屏幕。更諷刺嘅係梅根喺紀念館揭幕儀式上，聲淚俱下強調全球範圍內加強網絡兒童保護的迫切需求，怒斥網絡欺凌、性勒索、自殘內容對兒童嘅傷害，轉頭就將自己嘅女兒擺上社交平台，用未成年仔女博流量、換關注。前腳高喊保護兒童遠離網絡，後腳瘋狂用孩子當賺錢道具，雙面人操作直接戳中全網怒點，評論區瞬間變成批判大會，負面評論刷爆全屏。網友嘅怒罵字字誅心，句句戳中梅根嘅痛處，有人直指佢虛偽到極致，口口聲聲話保護兒童，自己卻將女兒當無面道具，連正臉都唔敢露。有人嘲諷世衛組織究竟點會請啲無專業資格、無相關研究嘅戲精，自毀公信力。更有人怒批梅根嘅自戀無藥可救，離開皇室4年仲唔肯消停，日日靠碰瓷凱特，晒娃博關注，可悲又可笑。有細心網友發現，梅根全程只晒莉莉貝特嘅後腦勺，從未公開過孩子正臉，被質疑將仔女當成未來變現嘅籌碼，而唔係真心愛護。就連女兒凌亂嘅頭髮、骯髒嘅赤腳，都被網友鬧，身為母親連基本嘅打理都做唔到，太失職。除此之外，梅根今次瑞士之行嘅爭議層出不窮，佢並無醫學、兒童保護相關專業背景，憑資格出席世衛組織官方活動成謎。出行乘坐私人飛機，一邊高呼環保同公益，一邊大肆揮霍，被質疑阿奇韋爾慈善基金嘅資金用於私人開銷。早前母親節先帶住仔女去迪士尼樂園炒作，轉頭又利用孩子刷存在感，反覆消費仔女嘅行為被全網怒斥卑鄙。就連哈里王子都被牽連，網友鬧佢被愛情蒙蔽雙眼，無腦縱容妻子搞事，親手毀掉自己嘅皇室聲譽，夫妻倆徹底淪為皇室內部嘅笑柄，
同凱特王妃嘅風光形成極致反差。最諷刺嘅係，梅根全程都在模仿凱特嘅公益路線，同樣聚焦兒童議題，同樣出席國際活動，卻因為動機不純、操作虛偽，落得全網圍剿嘅下場，戲精做派一目了然，堪稱皇室史上最失敗嘅模仿犯。同梅根嘅狼狽翻車形成鮮明對比。威爾士王妃凱特米德爾頓喺癌症康復之後，開啟首次海外公務之行，獨自前往意大利北部城市雷焦艾米利亞，短短2日行程，直接征服整個意大利，成為全球公認嘅皇室優雅典範。用實力證明乜嘢先叫做真正嘅皇室成員，乜嘢先叫做走心嘅公益踐行者。據肯辛頓宮官方消息，今次意大利之行係凱特自2022年赴波士頓出席地球射擊獎頒獎典禮之後，首次因公務出國，更係佢確診癌症康復後嘅首個正式國際訪問。無論係職業層面定個人層面，都具有里程碑式嘅意義。肯辛頓宮發言人直言，凱特對今次旅程在職業和個人層面都極為感動人。當凱特抵達中世紀小鎮雷焦艾米利亞時，成個小鎮直接陷入瘋狂，超過3000名民眾擠滿街頭，修女、學齡前兒童、當地居民齊齊夾道歡迎，歡呼聲震耳欲聾，所有人高呼佢嘅名字，大喊意大利語美麗，場面比頂流巨星現身更加震撼。當地資深記者保羅·羅薩托直言，意大利人將凱特視為戴安娜王妃嘅接班人，2代王妃都係民眾心中嘅寵兒。上至中年人，下至孩童，無一唔喜愛凱特。凱特到訪嘅消息，令整個意大利都陷入喜悅之中。凱特當日身着加拿大英國設計師 Edouard 設計嘅蔚藍色褲裝，時尚優雅到極致，全程展現出驚人嘅親和力，主動同當地人聊天，俯身同小朋友互動，抱起可愛嘅嬰兒，更用流利嘅意大利語同民眾交流。自我介紹，我是卡特琳娜，發音標準，表達流暢，就連當地5歲小朋友愛麗絲都大讚她意大利語說得非常好。意大利媒體共和國報記者更表示，凱特係英國皇室成員中最受意大利人愛戴嘅一位，平民出身嘅身份，令佢喺拒絕皇室嘅意大利更加受歡迎。凱特患病期間，意大利民眾每日都關心佢嘅病情，同情心拉滿。今次意大利之行，凱特並非走秀擺拍，而是全程專注於自己深耕多年嘅早期兒童發展事業，推廣皇家基金會早期兒童中心，深入考察世界領先嘅雷焦艾米利亞育兒理念。該理念強調細心照顧者兒童成長環境，自然作為第3教師嘅重要性，同凱特一直倡導嘅兒童成長理念完全契合。行程首日，凱特抵達市政廳，受到雷焦艾米利亞市長馬爾科馬薩里嘅熱情迎接，更被授予3色旗獎，呢個係該市最高榮譽，表彰佢對早期兒童事業嘅貢獻。凱特雙手護胸，真誠表示：哇，真是榮幸，我非常感激，謙遜態度圈粉無數。隨後，凱特前往洛里斯馬拉古齊國際中心，呢個中心每年接待13萬研究者、教師同家庭，專門推廣雷焦艾米利亞方法。凱特當場捲起袖子參與陶土工作坊，分享新冠疫情封鎖期間同喬治王子、夏洛特公主、路易斯王子一起玩色彩遊戲嘅經歷，直言呢類活動可以讓孩子放慢節奏，感受感官環境嘅美好，真誠又接地氣。當日下午，凱特到訪安娜弗蘭克幼兒園。呢間學前班專注於3到6歲兒童創造力同人際關係培養。王妃嘅到訪令現場教師感動到流淚，全程溫柔互動，耐心傾聽，盡顯對兒童事業嘅熱忱。行程第2日，凱特前往薩爾瓦多阿連德學前班，觀察戶外自然基礎學習模式，身着意大利品牌 Blaze Milano 西裝外套，同孩子們一起觀察池塘蠑螈，用泥土滾樹根，坐在樹樁上同孩子們交流，直言自然對自己癌症康復起到巨大作用。強調在數字時代，人類唔可以忘記自己係自然嘅一部分，與自然連接至關重要。
之後，凱特到訪拉米多創意資源中心，該中心利用企業捐贈嘅廢棄物，為學齡前兒童提供創意遊戲。凱特當場引用建造者鮑勃的環保理念，大讚呢種減少、重複使用、回收嘅模式，更分享自己作為母親，一直教育仔女踐行環保理念，真實又親切。行程最後，凱特前往山中農場 Agriculture Small O Virginia 製作新鮮意麵，親手揉捏麵粉、油、鹽同水，笑稱在家做沒有大碗，水會到處都是。可愛模樣打破皇室高冷濾鏡，徹底俘獲意大利民眾嘅心。訪問結束之際，凱特發表感言，直言喺雷焦艾米利亞親眼見證自然同創造力嘅力量，見證人際聯繫對兒童成長嘅核心作用，感謝當地民眾嘅熱情歡迎，稱今次旅程深刻且難忘。皇室助理表示，今次訪問係凱特康復旅程中嘅重要一步，更開啟咗佢推動早期兒童發展嘅全球使命。佢希望借鑒全球各地嘅育兒模式，搭建全球性對話平台，將兒童事業推向新高度。除咗公務上嘅高光表現，凱特私下嘅生活作風同樣令人敬佩。據皇室財務資訊披露，凱特嘅私人收入主要來自康沃爾公爵領地，該領地估值11億英鎊，年利潤約2200萬英鎊。但佢嘅開銷極度務實低調，絕不鋪張浪費。佢將大部分開支用喺3名仔女身上，常去 Bowrange 等高階商店購買童書玩具、童裝首選 Borden、Zara、H&M 等親民品牌，催生喬治效應，而非盲目追求奢侈品牌。座駕選擇奧迪 A3、電動捷豹等實用車型，並無奢華豪車。美髮選擇售價600英鎊嘅專業服務，美甲卻用10英鎊左右嘅親民品牌。度假選擇法國滑雪勝地、希臘海島，卻從不高調炫富。家居大量使用宜家家具，低調又接地氣。對比梅根嘅虛榮造作、刻意炒作，凱特嘅優雅、親民、務實、專注，先係真正皇室成員應有嘅風範。佢用行動證明，真正嘅魅力唔係靠晒娃、生熱度、擺拍得來，而係靠真心、實力同責任感鑄就。兩人高下立見，戲精終究係戲精，真神永遠屹立不倒。面對凱特王妃撐起皇室門面，梅根夫婦瘋狂作妖搞事嘅兩極局面，身為英國國王嘅查理三世，非但無挺身而出主持公道，明確立場，反而化身頂級牆頭草，全程隱身，兩邊唔得罪，將過稀泥嘅功夫發揮到極致，毫無國王應有嘅擔當同魄力，令人大失所望。對於為皇室掙足臉面、憑實力圈粉全球嘅凱特王妃，查理三世無任何公開支持，無任何官方表彰，全程沉默不語，仿佛對儀式嘅高光表現視而不見。對於不斷抹黑皇室、炒作博眼球、引發全網爭議嘅梅根同哈里，查理三世亦無任何約束，無任何批評，縱容夫妻倆反覆消耗皇室聲譽，任由皇室內部鬧劇不斷上演。佢所有嘅心思只放喺君主制生存之上，一心只想維持表面和平，唔願得罪任何一方，寧願做縮頭烏龜，都唔願意承擔國王嘅責任。牆頭草作風被民眾狠狠詬病。而同查理三世形成對比嘅係皇后卡米拉。據皇室作家克里斯托弗威爾遜爆料，卡米拉表面上整日掛住甜美微笑，說話恰到好處，令民眾安心，同老皇太后一樣擅長偽裝，但甜美笑容背後隱藏住不為人知嘅冷酷堅毅本性。卡米拉深知君主制生存嘅重要性，熟讀皇室歷史，明白皇室成員嘅核心職責係支持同保護君主。佢將支持查理三世視為自己嘅終身使命，效仿皇太后當年輔助喬治六世嘅模式，用鐵一般嘅勇氣支撐住查理三世，成為國王最堅實嘅後盾。皇室專家直言，卡米拉清楚查理三世嘅軟弱同搖擺，所以佢收起自己嘅鋒芒，用溫柔外表掩蓋內心嘅強硬，默默為皇室生存鋪路。佢嘅精明同堅毅，同查理三世嘅牆頭草作風形成鮮明對比，
亦成為皇室內部鮮少嘅清醒人。一場意大利之行，一場瑞士鬧劇，將英皇室內部嘅矛盾同人物本性暴露無遺，三方表現嘅差距堪稱雲泥之別。